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顶礼拜有一个民众号做偏立法，伫咧北京的四通桥顶挂反对习近平的布条啊，互掠去。全世界有侪个国家拢有反对习近平甲中国当局的声音，嘛有乌烟的活动。亲像伫咧英国，就有香港人去中国领事馆外口采天灭中国甲敲死习近平的画像，煞是去互中国领事馆的人拖去拍。加在是有英国的警察伫咧领事馆门口斗阻挡，无这人若是去互掠入去到内底，英国嘛袂当插手。这个人敢有命通去出来，都无人敢讲啊。另外，伫咧美国的洛杉矶，有一群华人摕到北京桥顶同款的布条啊，来声援偏立法，抗议习近平独裁，呼吁中国当局要赶紧放人，全面起义消灭习近平。自由，不要奴役，要自由。中共习近平严厉可耻，暴政邪恶必亡。中国合法民主人士17去美国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抗议习近平独裁，各种现场北京四通桥事件标记，各声援挂出反击布条啊，被掠洗骗查甫人。中国驻英国总领事馆外口，一群香港人放敲死中共甲习近平的标记，结果甲领事馆人员爆发冲突，还有抗议人互人入入去，好亲像互领事馆的人拍。抗议影片在社群平台流传，引起国际讨论。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共集集大厅场，总书记习近平报告中真侪摆讲到爱斗争，佮指出要破解香港的新战厝矛盾。在北京当局真侪摆讲到新战厝矛盾，不过唔捌写入党代表大会报告当中。他不容许动乱的这些因子，怎么样去维持香港原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制度，影响到就是香港人或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财产的隐私交易的安全，都有可能在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之下，会受到来自于国安法的监控，这也是一个深层矛盾，但是我认为也是无解的。专家认为，要确保在爱国者治港的前提之下，也可能维持港府在一国两制中原来的经贸优势，本质上都会袂少矛盾。这种情形真歹解决，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昨是举办第2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报告当中，直直讲到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而且佮强调讲，绝对袂答应放弃用武力来拍台湾。针对中国步步逼我，咱的外交部是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两边共同的责任，咱台湾袂接受中国单方面决定。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洪秀柱，新党主席吴成典，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等也发来贺函贺信。中共20大16开幕，根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国民党发出好的电报，共产党嘛回应，双方共同强调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气候烈阳批评讲，是咧甲中国巴结，无顾台湾人民的观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是照顾立法核定，而且强调守护自由民主。我们依照惯例，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强调我们的立场，捍卫中华民国，守护民主自由，维护两岸和平跟区域和平。习近平20大发表政治报告，讲到台湾是几啊届强调讲，反对台独甲反对外部势力的介入，而且嘛讲绝对袂放弃使用武力。学者指出，中国强调武力是要对抗外部势力的介入。不放弃使用武力，我说这没什么特别，几十年来都这样讲，但他们强调的重点是武力不是对付台湾同胞，而是对付外力的介入。学者张显超分析，20大了后的两岸关系会进入和平甲战争的关键时期，美中会进入战略竞争的10年。外界关注中国20大了后对台湾的立场，外交部表示，咱国未接受中国各方面的设定。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那台湾也不会接受中国任何片面设定的这个终局啊。若无意外，习近平会伫20大进入第3个任期。根据华盛顿邮报社论的分析，美国无法度引导中国的崛起，兼顾美国的战略利益。这嘛是美国反思过去各方面对中国的期待甲误判的时刻，来避免搁犯类似的错误。也若纽约时报是报道，习近平甲精神放伫安全问题，中国未来会搁较关注地缘甲意识形态安全。
这个比例是比过去强调的经济发展还佫较侪。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调查旧统一教，嘛头一届要行使宗教法人的质问权，要求宗教组织的负责人提供报告接受质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预计出口天幕火箭炮给波兰，目前这款火箭炮会当射击300公里外的目标，或者是美国海马斯火箭炮型规。英国Times 报道，就8名保守党的议员按算这礼拜提交对首相 Truss 的无信任批，要求伊提早落台。Truss 是正表示要守护家己的首相大位。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罗西亚临时调30万人就战场，因为受过相逢，结果新兵欠训练，死伤真严重。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意大利、巴西甚至是美国等等的民主国家，由右派保守势力压权。专家烦恼讲，这个国家会走向专制方向。中度风台尼沙造成咱台湾北部落大雨，未少所在淹水，阁有水崩山的情形。这个风台沙的风向嘛扫向菲律宾。菲律宾上大岛鲁宋岛的东北部，至少是有16个庄仔去互大水淹去。另外，伫咧东南亚的泰国，大水灾情是已经2个月过啊，超过22万户受到影响。日子歹到北岛也是爱国，泰国中部有河边的面摊照常做生意。人客咧食面的时阵，边仔竟然是有鱼仔收来收去，颠倒声袂少人来交关。雨落袂煞，头前的厝已经一半浸伫水内。中度风台尼沙拜日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风速行过菲律宾鲁宋岛北边，河当地卡车沿线连2天落大雨，造成大水。车路、农田用淹水，至少10来村头受影响。美国政府紧急撤离当地数百户人，好加在无传出伤亡。另外，在泰国南部的度假景点普吉岛，周边因为一个性格气候，规暝落大雨，互较低所在大淹水，车泡伫水内，点头被迫关起来。救援人员紧急撩水，将行动不方便老人甲在床的病人赶到安全的地区。当地居民表示，没想过普吉岛会发生大水灾，这是数十年来第一摆看到。当地政府已经紧急抽水，不过一直到拜日，依然有车路因为积水封起来。淹水扰乱日常生活，不过部分泰国人选用无共款的心态面对。中部普通府一间大店高速公路路桥下骹泰式面摊，进前因为落入风台，沼皮野河河水涨起来，把围拢浸伫水内。业者本来就是无生意通做，想袂到顾客拢来享受食饭时阵，脚边有鱼收来收去的独特经验。แปลกดีค่ะ มีปลาต่อเท้า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ตอนแรกก็รู้สึกกลัวตอนหลังมันสนุกเลยสนุกใช่ไหมตอนแรกรู้สึกกลัวแล้วเราสนุกกับการให้อาหารปลาไหมคะสนุกไหมครับสนุกครับอยากเล่นน้ำด้วยอยากให้อาหารปลาด้วย 业者表示，今年水位相关特别紧，差不多10天就到卡头湖。顶一摆水位涨这么悬，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事实上，泰国过去1个月一直做大水，北部、东北部、甲中部拢传出灾情，超过22万户家庭受影响。公司新闻徐婉明编辑。英国首相 Truss 就任了后提出的财政政策，互人批评讲是对好野人较有利，佮造成英镑大落价，引起民间甚至是 Truss 家己的保守党反对。Truss 即阵是甲财政大臣换掉，邀请外交大臣 Hunt 来接任，佮取消减税计划。会用讲是甲伊选举进前的财政政策已经全部拢毁掉，就是为着要挽救民心。不过这民众是无遐尼好梳头，也是发要爱 Truss 落台。而且红社讲 ，Truss 本身的保守党内已经有900位议员按算要交无信任批，逼 Truss 落台。Truss 的首相大位恐惊是坐袂到年底。英国经济政策一直改变，首相特拉斯进前提出大幅度减税计划，去互国内强烈反对。月初先宣布调降高收入的税收计划取消，顶礼拜5个紧急调回人伫国外财政大臣看腾，叫伊自动请辞。Today, I have asked Jeremy Hunt to become the new Chancellor. 特拉斯唔来互前外交甲卫生大臣韩特来换财政，同时阁宣布要阁征收企业税。I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keep the increase in corporation tax that was plann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This will raise £18 billion per year. 执政早1个月过就大改变，原因就是低税收、高负债的财政计划引起民怨，影响到保守党的名声。这原来予新任宰相这个上台都要赶紧处理。It was a mistake to cut the top rate of tax at a period when we were asking everyone to make sacrifices, and it was a mistake to fly blind and not to back up the economic plans that were announced with an independent forecast from the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Both those things have been addressed. 不过首相这么大改变，百姓好亲像无咧信道。Tosh going? Yeah, but end of next week. They're panicking, aren't they?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She should go as well. I mean, it's just as much her mess as his. 那外界批评的声音真济，党内同志嘛无听伊。根据英国《卫报》报道，保守党内部已经有100外的议员向1922委员会提交对首相的无信任批，逼特拉斯都要落台。声势长好的工党也爱特拉斯卖占位。英国一项民调显示，若是现阶段举行大选，工党会得到上大胜利，摕到411个席位；保守党更来当摕137个席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一个拜六礼拜，英国是发生济场抗议活动。伦敦有环保组织是受起抗议，要求政府袂使批准新的能源计划，所谓化石燃料是拢袂使使用。另外，甚至是有人认为讲，政府干那个艺术无够环保，对世界命脉破淡薄倒汤。法国的巴黎嘛有几落千人就假抗议物件起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法国的作家艾尼艾诺嘛参加游行，替劳工争取薪水。激动的抗议民众骗物件，互玻璃吹甲亲像蜘蛛网共款。法国巴黎16有数千人上街路示威。法国炼油厂员工为争取调悬薪水，继续几个礼拜罢工。大群众行去街路抗议不加称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艾诺也甲极左派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兰雄斗阵出现伫示威队伍当中。Je suis là aujourd'hui parce que je suis en colère. Je suis en colère parce que tout va mal. Les services publics, la maltraitance au travail, les super profits qui sont pas taxés. Moi, je suis là parce que face à l'inflation galopante en France et partout en Europe, il faut que les travailleurs dont je fais partie soient récompensés. Enfin, même si c'est même pas une récompense, c'est qu'ils soient justement rétribués, quoi. 群众发口号，要求政府调悬工资来应对通货膨胀。示威人潮当中，也佫出现甲2018年反政府抗议的时阵同款，穿黄甲的抗议民众。梅兰雄也追随法国社工会脚步，号召10月18进行大罢工，来争取调悬薪水。伦敦海德公园附近，有群众提标语、喊口号，对政府新的石油加天然气计划表达抗议。Like, it's so simple to get us off the streets. It's just to act on the climate and nature crisis, to end all new fossil fuel licenses, subsidies and investments now. The planet is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utter destruction. And day to day, I see the numbers of birds, numbers of wildlife falling off horrendously around me, and watching other news stories around the world even worse. 示威也佫影响边仔汽车品牌奥斯顿马丁的门市，有人喷甘色油漆来表达抗议。伦敦国家美术馆反旧的画作，也互环保团体破甘倒接，佫将一支手黏伫壁顶缘来抗议气候变迁影响到每一个人。公司新闻电慧仁编译。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因为水路的交通较发达，民众出门会坐船，不过船的碳排放嘛是真惊人。有民间业者就研发一种电动船，袂排放二氧化碳，而且船咧驶的时阵嘛较无声，互人讲是水面上的特斯拉。甲船吊起来，放伫咧军人平台，准备要落去水的测试。瑞典油井制作公司 Xshore 研发出一种电动船，若声音小，也袂排温室气体，正环保。So if you compare it to a traditional motorboat, we don't emit anything while we're out. A traditional motorboat emits around 4 times as much CO2 as a traditional car. 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是14个岛结合而成的城市，水路交通正发达，真侪民众出门拢是坐船。因讲船的排碳量也正惊人，占瑞典年度总排碳量的25%。为了要拼碳中和目标，民间企业开始研发电动船市场。Xshore 研发的这种电动船，因为零排碳量，互人叫做水上特斯拉。
We have set a very ambitious target to be carbon net zero, to be able to release our first carbon net zero boat by 2030. So in essence, that means that every part of the production chain has to be produced with fossil-free energy. 虽然企业的执行长凯斯讲，公司只敢想要做因家己的代志，无想要甲特斯拉比。不过因拍算生产介绍无贵的高性能电动船的目标，甲特斯拉正共款。因的电动船有一个63千瓦时的电池组，会当提供125千瓦的动力。上悬速度会当到30节，巡航速度是20节左右。若是用观光形式的8节的速度行，电池若充饱会当驶差不多50海里。因为电动船成本只要其他同类电动船的1/3，成本降低，会当让随便超过350万台只汽货船赶紧堕胎换新，减少噪音，降低对湖甲海洋的污染。And as you can hear, there's a little bit of noise from the water or sound from the water, but there's no engine noise at all. And I think that's really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it makes the experienc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being on a motorboat where you can have noise up to sort of 60-90 decibel. Escher 公司执行长凯斯认为，瑞典以环保新创企业加气候相关技术的公司世界有名。一寡自环保电池到钢铁永续科技的技术，形成完整的供应链，和研发生产环保电动船的速度加紧。第一批100台的订单会伫咧2023年第2季交付客户，会当帮助改善瑞典国内马年度的碳排量。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